新北市土城呢，有一个连锁的幼儿园小连续发生老师对囡仔起骹动手的暴力行为，上报有5个囡仔受到不当对待。家长今仔日出面指控，这期发了伤过的囡仔。也那新北市教育局表示讲呢，这个案件去年9月已经完成调查，这幼儿园甲老师共罚13万2千块，要列管啊。监视画面中有老师甲囡仔饲在涂骹 QQ 热热，有受害囡仔的家长伫记者会指控新北市有连锁的幼儿园，自去年8月至10月到达，拢有不当对待囡仔的问题。新北市教育局无落实监督。家长指出，囡仔就出现情绪无稳定、惊开门的声。经过调查发现，一个细仔的老师，今年20年来无教保资格违法带班，受裁罚以后，人已经无伫遮教。不过，阁有一个同款有不当对待囡仔的老师，行为互家长发现了后，敢若对幼幼班调到大班继续任教。每年都因为违法聘用未具资格的教保员从事教保服务，被主管机关裁罚，却仍依旧继续禁用无资格的人员照顾幼生，不仅发书用丢的，动不动就对班上的孩子们踢打拽，甚至还有同学被摔在地上。吃饭慢为由，要求孩童罚站进食，强迫进食，甚至呕吐之后仍然要继续进食，并制造回家说老师坏话会被知道的恐惧。受害家长表示，真侪家长也毋知幼儿园的状况，因摕到的画面也阁是新北市教育局剪接过的，因要求提供完整的监视画面，嘛着启动全面调查。另外，兵团指出，这个连锁幼儿园自109年以来，逐年拢有违规的情形，连无教保资格的詹老师，教育局才罚3万块尔。希望教育局嘛着要求因暂停新设园所甲受托，教师定了无责任的教保人员。不告不理的一个状况，因此呢，我们认为说，在教育局是应该要站在维护幼儿权利的一个立场状况之下，是应该要集体的去调查、了解，并且通知所有的一个受害者。本来新北市教育局是回应讲，专案去年已经完成调查，有依法对幼儿园含行为人计共重罚13万2千块，嘛有公告名声列管。征信职员对5名幼生有拍打、拉扯、推挤等不当管教行为成立，立即要求园方将该员停职，并避免再接触幼生。新北市教育局针对这个连锁幼儿园，讲的列做加强督导名单，未来若接到相关的通报，会以更加谨慎的标准来调查处理，建议加重裁罚，也是进一步行政处分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综合报道。